係啊，冇噶咯，勁搞笑。跟住我最尾邊個嚟㗎？點解啊？死咗啊！哎呀，陰公豬啊！係咯，我都好開心啊咁樣，3-3差。8號丟，丟。左邊。咁激得死啊！有生存唔到呢啲人。咁低男定女嚟㗎？我點知唔係全女？8秒。集中啊！係咪換人啊？發生換人啊！9比21啊！我諗住，真係咁嘅，啱啊，非常好。胡仔，你秘密武器啊！7比13，2分差，5比。喂，邊仔落快啲！我一。21 steal。8秒進攻。4比9，3分1。9啊，9。但係佢係嚟啲 friend 嚟㗎。我知道最去都係食飯。有乜咁興奮啊？隔離有咩好睇啊？睇下幾興奮，佢叫男神咁啊！8秒進攻。3比11，3分差24。3-8。藍色換人。13，3換13。入啊！豪仔。其實睇翻呢條片咧，就會知唔係我問題。即係如果個籃咁正咁睇，全部唔知幾時去試。我人俾人係未知試。我人 EQ 就比較高。9秒進攻。
9號2分。但佢哋係有1號㗎。OK， 冇問題。係射得。15分。係嚟啦。OK。15碼。我就嗌好急啊！15-3分。碌下。佢眼睫毛。好啊！重射。40比92分炒，3號板。5號2分入。Circle 竟然叫 circle。雙方添foul 2次。唔使理啊，走啦，臭邊喺嗰邊等。冇人機，冇人機，有冇人？好，冇就俾翻佢。係啊。射得。14 2分入。40比9 3分入。1分鐘。上次40秒。40比9 3分入。3比14 3分跑15碼。20秒。入分邊你咋？咁定嘅。打手邊隊。10秒。8秒進攻。40比9 2分炒14打。3秒。3號比數18比17，白色領先第2節。